賴慧玲今年年初生下第二胎仔仔，勝利成為幸福嘅兩孩之母。日前仲一家四口一齊度過第一個聖誕佳節。賴慧玲琴日喺社交平台度晒出多張過節嘅相，仲自爆懷孕嗰陣曾經發生驚心動魄嘅歷程。2024年聖誕，弟弟喺我肚入邊35週左右，因為胎位不正，醫生話如果突然穿水，佢就有可能缺氧兒，所以成個聖誕節都好擔憂，好難過。好彩最後都安然無恙，母子平安。賴慧玲仲話，雖然今個聖誕節對當時好難受嘅感覺仍然印象深刻，但其實已經能夠抱住細仔喺懷中一齊過節，令佢感覺好神奇，仲不忘提醒自己要活在當下。公網嘅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 Stephy 鄧麗欣，喺度祝大家聖誕快樂 ，Merry Christmas。咁我自己咧個最難忘嘅聖誕節咧，就係我記得喺讀書嘅時候啊，咁嗰陣時就係好中意去海旁啦，着得靚靚咁去行街啦咁樣。咁就但係咧嗰年咧我就扮到咧好似成個雪人咁樣，着到好毛毛啊，好靚咁樣啦。點知咧嗰年嘅聖誕節咧成30度咁熱喎，跟住行海旁咧又好多人喎。點知咧我係過咗一個咧濕透咗嘅聖誕節，就係咧全身出晒汗，所以好難忘。